镜头等下，咱国来关心要独立参选总统的郭台铭，伫昨昏开始连署的活动。伊的连署站，侪支持者咧支持。严过即马嘛有风声讲，那赢和民众党要联合，要甲郭台铭边缘化。郭定赢和瓜定赢，即马拢否认这款讲法。另外，针对陈吉仲因为进口两落台，兼民进党主席嘅副总统赖清德是伫中常会顶头肯定陈吉仲这7年来表现。伫全台湾连署起股的头一天，要拼独立参选总统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，亲身去台北连署总部，受到支持者的欢迎。郭台铭讲，伊的目标毋但是达到法定人数的人数，是愈侪愈好，甲副手赖培霞专工去新北邦桥站点。毋过，有风声讲，国民党甲民众党加速讨论赖培霞的代志，联合互郭台铭边缘化。毋过，郭定赢甲瓜定赢拢否认，批评乌白汉的行为对在野的整合是不利的。非绿合作有新的进度吗？很多事情呢，我们都在进行中联署。我想会对这件事情的促成，大家团结合作有极大的帮助。蓝白合呢，一直是特定的民水，还有一些政党在操作风向。高文哲会非常坚定的代表就能参选到底。另外，农业部长陈吉仲因为进口两个议题请辞落台。赖清德伫民进党中常会肯定陈吉仲7年的表现是真辛苦，嘛讲希望未来朝野的攻防，特别是农业议题，应该回归理性讨论。赖清德嘛以副总统的身份参加亚洲步道联名秘书长揭牌典礼。我们用山野来交朋友。台湾不是只有民主自由、人权的价值与国际同步，也不是只有半导体。其实我们也含有许许多多人民的生活的种种文明跟文化，是很值得国际社会来了解。赖清德提出应该向国际推广台湾山野观光，而且呼吁民众响应千里步道的运动，实现健康台湾的目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